没关系啦，那个，这刚刚那一首好听吗？好听。我很过分的，就我唱完的时候才会问。希望我爸爸不要不开心了，对。对。然后接下来带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了，终于，对。这首歌叫做。有没有那个档啊？那个笔记本看不到的。不是都有在讲吗？想要的感觉。哎呦。那我跟老爸换位置喽。那老万，你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这首歌是那个蓝星乐团90年代的歌，对蓝星乐团来说的，就是这一首算比较新啊。那曲的部分呢是那个阿里奥的那个做的，对，然后词的部分呢是我填的这样。然后那个我跟阿里奥呢，我讲一下我们的关系好了。其实我们关系没有那么简单。没那么简单。黄九虎。他是我的学长，这样就是大学的学长，可是他是体育系，然后我是幼教系。是。可是至于为什么会认识呢？对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也不晓得。有一次你打排球打到界外，我刚好捡起来。学妹，你是你的球吗？然后我就说是学长，这是我的球。然后我们打球就这样。要小心哦。最好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还真的忘了耶，反正就是因为他，然后我才会进来，就是蓝星乐团这样。对，学长，谢谢你让我加入。你一直在用他的梗哎。哎，真的啦。生气。对。不要生气。那个笑到流鼻血了。哎，莫讲你亏啦，哎，老皮会啊你。哎，老皮会。然后我们团长因为他刚开完团会，不小心有一些精神的液体从鼻子流出，这个是吸进去了。对，吸进去了是一条滑滑的话，我是2条，不好笑。好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觉得我们一首歌可以拉很久？因为下半场没什么歌了。然后这首歌就叫做想要的感觉，谢谢。我喜欢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也常常这样的想过，心中的梦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建构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忽然间发现，我学会如何去面对这世界，虽然并不完美，后来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美。但是我学会，这一切也许会改变，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我喜欢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我常常
世界虽然并不完美，后来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美。要是我学会，这一切也许会改变，但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谢谢。